大家好，我係1B班嘅司徒子彤，我係6多班嘅謝學玉，我係6D班嘅嚴宇欣。今日就俾我哋向大家介紹南京。子彤，你準備好未啊？我準備好啦。你知唔知道南京仲有第二啲嘅稱呼呢？我梗係知道，南京簡稱寧，古時叫金陵，應天府，建康，喺中國南方嘅長江邊上，仲係江蘇省嘅省會添。叻女，南京嘅地理位置非常重要。自古以嚟，南京就係長江一帶嘅交通同埋貿易動脈。早喺3000年前就有人喺呢度定居。正正南京嘅地理位置同埋地形優越，南京仲係著名嘅六朝古都添。六朝古都係咩嚟㗎？六朝古都係指喺中國歷史上東吳、東晉、南宋、齊、梁、陳，佢呢6個朝代都曾經喺南京定都，俾當時嘅南京成為咗政治、經濟同埋文化嘅中心。怪唔知得南京係中國4大古都之一，裏面有好多文人墨客嘅故事，仲有超靚嘅古蹟添。古時嘅文人墨客最中意嘅就係秦淮河啦。秦淮河係南京嘅一條著名河流，自古以嚟就係南京嘅重要水道，見證咗南京嘅興衰歷史。秦淮河係南京嘅母親河，喺歷史上極負盛名，被稱為中國第一歷史文化名河。唐代詩人杜牧嘅詩作《泊秦淮》，佢入邊有一句：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更酒家。描寫嘅就係秦淮河畔嘅夜景，有機會我哋真係要去睇一睇啊！講到秦淮夜美，唔可以唔提下秦淮48景。48景展現咗秦淮沿岸嘅自然美。我真係好想到秦淮河一遊，感受一下當地嘅詩意呢。咁你遊秦淮河嘅時候，記住，一定要到訪嗰度嘅夫子廟。夫子廟建於宋代，係為咗紀念孔子而建嘅，後來成為科舉考試嘅考場，同埋士子聚集嘅場所。而家呢度仍然有好多古老嘅建築同埋熱鬧嘅小食攤啊！我知南京小食歷史超耐，款式多到數唔晒，從6朝就流傳到而家啦。有名嘅點心小食有肉有素，甜嘅鹹嘅都有。夫子廟小食仲係中國4大小食之首添。聽講夫子廟嘅點心小食源於當年嘅秦淮畫舫，手工超精細㗎，好多人都話嚟南京一定要試秦淮八絕呢個特色美食㗎。講到食，你真係識好多喎。講到遊客必去嘅南京地標，你知唔知道位於南京紫金山又稱中山下嘅明孝陵？呢度係明朝皇帝朱元璋嘅陵墓，建於1381年，至今已經有600幾年嘅歷史啦。明孝陵，朱元璋係邊個嚟㗎？陵就係指陵墓，專門為已故嘅統治者、重要人物或者貴族建造嘅墳墓。而朱元璋就係明朝嘅開國皇帝，從一名農民起家，最終建立咗明朝。佢同皇后馬氏合葬於此啦。明孝陵都係我國現存古代最大嘅皇家陵寢之一。作為中國明陵之首嘅明孝陵，壯觀宏偉，代表咗明初建築同埋石雕藝術嘅最高成就，真係好值得我哋去睇下。除咗明孝陵，中山陵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文化歷史景點添。中山陵難道就係孫中山先生嘅安息之地？
係啊，中山陵係中國近代偉大嘅政治家，1912年推翻清朝有國父之稱嘅孫中山先生嘅陵墓，同樣坐落於中山下座北朝南西鄰明孝陵。中山陵其中祭堂為仿宮殿式嘅建築，建有3道拱門，門楣上刻有民族、民權、民生橫額，代表咗孫中山先生政治理想嘅核心，承載住孫中山先生嘅偉大事蹟，吸引住許多遊客前來參觀同瞻仰。孫中山先生真係好偉大啊！嗱，睇你對孫中山先生真係好有興趣喎，咁我不妨推介你去南京總統府。南京總統府原為明清時期嘅官署，1912年改建成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府，孫中山在此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。孫中山、蔣介石等多位歷任總統喺總統府內外進行重要嘅政治活動同埋會議。至今南京總統府已經放為博物館，吸引住大批遊客同埋歷史愛好者，並對外展示中華民國嘅歷史同埋文化。關係到中國近代歷史，當你大個嘅時候，如果有機會到南京，一定要到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。當時日軍喺南京對中國平民同埋戰俘進行大規模嘅屠殺，造成咗生命同埋財產損失。紀念館正正想教育我哋要銘記歷史，並提醒我哋要珍惜和平。南京真係一座寶藏城市，儲存咗豐富嘅文化遺產，仲係中國歷史嘅重要見證，同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交流嘅中心添。你會唔會想一齊去探索南京呢座城市嘅美麗同埋魅力呢？約定你，拜拜。